香哦，阿文个赞。好，唔够你。哎，啊，你两兄也阁会晓享受呢啊！生理无做，我大家咧泡茶啊哈。无啦，爸，等规工也无生理，啊，阮两个坐到用要倒久，啊，无聊泡车茶懵啉啊。嘿啊。懵啉。好啉呢。赞哦。你要求水啊！你要求水啊！我今日泡一泡上贵的当天乌龙的啊！爸，咱家己的人3、5次泡一下好茶，享受一下哪会要紧啊？哎，什么有要紧啊？无要紧，伊拢爱本钱呢。后摆若要泡哦，迄罐咧一罐50块猛泡。哎呦，爸，讲真经的啦，咱地图的生意哦是愈来愈歹啦。啊，咱改行好无？啊，改行？哎，你讲的比唱的较好听呢啊！要改行要改什么行啊？爸，我讲咱地多的生意若歹吼，叫一寡分味的来坐台，保证生意赞的。啊你，就是讲什么社会理啊？应该是吼，歪人想歪波，应该。就是嘛，我咧少年都袂风流，是安怎去生到你这个唔正囝，这不见啦！哎呀，卖酒啦！卖酒啦！你叫我来这是要冲人客啦？哇，咱啊受气到安尼要创啊！还有什么代志做啦？慢慢讲，慢慢讲啦。我讲啊，免讲啦，若要叫我甲用啊吼，我迄个婚姻的代志吼，死都免讲啦。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，阮小姐吼，即马脾气该有够多啦。哎呦，我俗女的呢，用的讲迄款呢，你现册量秒型的啦，看你要掂唔？我你讲啦，伊的个性若会改吼，迄阵我考虑的是伊早就改啊啦。若讲牛啊，牵到北京同款也是牛啦。我甲你保证啦，阮小姐已经改足济啦。我你讲啦，你甲伊恢复婚姻关系了后吼，你若要要求啥物，一定答应。我唔敢搁要求啊，敢若要求一个骗金200万尔，我就敢若落财呢。哎呦，我即摆若搁加要求一个吼，我敢会变干瘪咧。时到伊若话讲爱干何在？哎呦，听着小姐伫底叫，害阮无闲通放尿，对无？啊，若讲这点我会用的吼，甲你挂保证，做你放心，你一定会足幸福过日子。免惊偌幸福啦！这一遍吼，为着退婚的代志吼，迄一世纪的人大家拢知哦。啊，我若真正搁再好马出回头草哦，哎呦，我这面子要甲带去。啊，面子，面子一斤是要价值偌济啦？对啊，你小想看嘛咧呢？恁遮的这个地已经是卖掉去啊呢，搁上盖万哦，一个月人就要叫恁搬厝啊呢。你无为你家己设想，无你嘛为恁规家伙人设想啊，对无？啊，免想啦，无汤时长啊。啊？什么都无汤时长？这俗语的简单讲，叫做时到时担当，啊无米煮含一颗汤。哎，对啊，个性莫遐倔强啦，嫌无钱过啦。啊，若无一个月若到吼，人你叫恁搬厝吼，你就知苦。我是感觉因拢讲了真有道理。这当阵趁伊还阁要你治你吼，赶紧安尼嫁过，嫁搁嫁一摆尔嘛，对无？哪有啥？哥哥啊，规日你顶摆着牺牲啊，对无？较恁来的，搁牺牲一摆啊，安尼哪有啥物差别？对啦，较恁来的啦，对无？你无想看卖恁老的吼，我若老啊呢，我若无法度通讨谈啊，搁再讲恁已经厝卖啊，到时阵要住倒，莫去住破庙啊！恁安尼讲有道理哦。当然的咯。为着牺牲我自己，互阮老爸有一个修好大。安尼好，我答应。啊，答应哦，多谢。不过我有条件。是什么条件？第一，这边我无爱嫁伊，爱换伊嫁我。伊嫁哦。第二，这一摆的风波，为着退婚的案件，我足无面子的，我要甲伊要求做销毁。哈？做销毁？啥物啊？这摆换我的嫁，而且佮家洗门风，无这话是倒会讲的是无？这倒会亲嘴讲，我一年听绝对无问题啦。哎呦，想袂到，这摆倒会阁会遮尔啊巧哦，甲以前拢无共款。还是讲叫咱甲南方西门风哦，这我有那头一摆听呀。妈咪啊，这件代志你万请管，我相信倒会伊安尼做，一定有伊理由的。哎呦，你甲听看卖咧啦，竟然会替倒会讲话啦，差不多啊，差不多啊。妈咪啊，你哪安尼讲啦？你就毋是叫人个性就爱改，啊人即摆真正改啊，你说呢？啊对，爱改，安尼对。陈总经理，嘿，倒会要叫我改洗门风会用的，但是一定爱讲一个理由。其实倒的嘛无什么理由啦，只不过伊是讲歹势讲，最主要是为着因老爸的代志啦。因老爸，
是毋是因老爸搁跋输囝？哪有可能啦？这跋输甲安尼早就改啊啦，谁毋知伊迄个厝卖去，因老爸也老啊，无同啊讨趁，要食啥？所以卖去啊，咱搁一个月，人就要甲搬厝安尼。到时阵无厝头住，要住倒？住公园哦。安尼想嘛是有理。嘿，这个囡仔实在真甘心呢。虽然是一个庄脚囡仔吼，主读无多来讲吼，也毋过对老爸阁是真孝顺。你看，你都爱甲伊学啦。妈咪啊，吼，人知影拢毋对，你莫搁讲啊啦。妈咪啊，啊是讲倒位到因厝安尼，恁都爱甲伊斗3工啊。斗3工是好啦，啊要用什么办法？就照伊的条件，甲伊洗门风，搁另外教怪。哈，教怪哟。要答应我的条件，负责要甲因洗门风，要付我做小伙哦。亲嘛，歹势啦，安尼恁定咧食亏，我良心会不安啦。是啦，亲，安尼敢袂真歹势咧？袂啦，哪会歹势？这是我家己欢喜甘愿的，也毋是恁逼我的。哦，安尼讲起来，我算讲是这粒地球上界有行情的答案啦。我足艰苦，我拄则食饱来啊，拜托莫互我溢出来好无？哦，结论加悬，哦，能够你行吗？你可以，你可以，你行吗？你可。别来打没有。就是啊，就是我不能够，我不行，才被你欺负。好啊啦，恁两个莫搁掰话啊啦。那阮妈咪也讲吼，不但要甲伊洗门风，而且阮已经白装要教怪。啊！别装假怪，袂当。我是堂堂5尺以上的查甫囝，唔啦，这摆是已经加到6尺啊！我跟你讲哦，恁讲别装要送我，我就安尼甲恁收起哦，我唔。你唔，你唔通袂记咧讲，啊，恁这间厝已经袂人啊呢，啊，阮查某囝嫁你，啊，恁翁仔某要去住喺倒。我的意思是讲吼，要送我，我袂愿甲你收，我要用甲你买。啊，那安尼你拍算偌济要甲我买？唔看你已经别装偌宽啊！我已经白装内外加起来要甲200平。安尼啊，安尼无要紧，我也袂失你的礼，5万块甲你买。啊！